总而言之，我们就要知道的一切事情是，像比如说这里面所讲的外解脱界也好，菩萨界也好，然后密乘的三昧业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论点也好，显密圆融的各个方面，精通显密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要，都是事实是这样的。但是从一个弟子的角度来去观察上师，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一的对的话，那么观察上师的那个弟子自己也是有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普通人都根本做也做不到嘛。那做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是没有办法碰到这种上师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修。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可以再遇到了佛法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就是宝珠仁波切最后也是有给我们一个相当也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一个方法，就是菩提心。那么上师要菩提心，自己弟子要做什么？我要的上师是有菩提心的一个上师。知道这个的时候，我要修什么呢？我要修菩提心，学菩提心，发菩提心，我要入菩提心，这个是重点嘛。好，不然如果是今天一个上师说我修持某高层的一些佛法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普巴金刚，我也是看到了马陀明王，我也是看到了莲花生大师，而且莲花生大师对我就好像看了一眼，然后好像他好像还是蛮喜欢我的感觉等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人是没有神通的，也没有他心通的，所以呢就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主要是碰到一个不怕违背因果的上师的话，什么都可以讲。我曾经在什么的时候呢，就普巴金刚去借给了一个厨，然后呢我就拿着普巴金刚的那个怎么说呢，金刚杵，然后降服了多少的魔啊鬼啊什么等等都可以讲。讲的话那都主要是那不知道谁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嘛。所以就修行也一样，他说我修了很多，或者是他说他学了很多，他说他闭关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好就怎么做呢？只好就是自己能力范围里面好好的修持的时候，发心要正确，所以行为要正确，起心动念要正确。起心动念是什么？要得到菩提果，所以我要一个有菩提心的上师。太过分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为了宣传自夸自己的那种事，那还是要比较注意。哎呀，然后对今生比较怎么说呢？看得比较透的，不是特别执着的，经常有无常的感受的，这些都非常重要的。经常都是没有无常的那种感觉，就是都是讲很长时间，就是什么我们10年以后要做什么，我们20年以后要做什么你30年以后要做什么等等，这些是不太正确的。因为我们修持佛法最主要的我们要的就是精进心，能够有精进心的力量是谁给的？就是我们要观想无常，事事就是无常，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就在无常的范围，能够有无常的感觉，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精进心，能够可以内心里面产生精进心，产生眼力心、出离心。然后还有这里呢，就是有不能有太多事情做
如果是有太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做的一位上师，也不是什么好的上师。但这个当中一定要知道，所谓的事情是什么啊？又并不是说是佛心事业不能做，不是这个意思。在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家庭，自己家庭的事情，自己人生的今生的事情，那么如果这种事情是太多的情况下，那没有办法修持佛法。那么一个在家人跟出家人，有家庭跟没有家庭的区别，也是可以说是在这里。啊，那有的人就觉得像啊，上师每天到晚都特别忙啊，这些就是实际上来说的一个修行人忙那么，你就干嘛那么忙？这样想法是不对的。上师忙呢，就是上师为了弟子忙的情况下，为了他人，为了众生忙，那么这就是菩萨的行为。菩萨有的时候就像比如说八大菩萨的像，我们都看得到，像比如我们那个大圆满的皈依经里面，八大菩萨都是在莲花上站着的，不是在莲花上坐着的。这表示菩萨为了一切众生，连坐都不会坐下来，要站着多少都是可以再坚持的意思。为了众生，根本就是不怕辛苦，不怕累，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就这个方面要懂得这个分别，不然说从一个方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一直都是待在一个地方修持的，像弥勒礼巴尊者在当初在闭关一样的这种修持来说，那当然也是很好，但是也是要利众生，弘法利生，要做这样的事业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佛法事业是必须得要忙的，所以利益多少个众生都是好事。我们在念一个观音菩萨的心咒，或者是任何一个菩萨的心咒，为什么一句一说就是马上就是说几百万几千万？为什么不说念一句就可以？为什么不说念3句就可以？因为现在很多的弟子们，如果是今天做一个灌顶，做完灌顶以后什么都不要念，是最开心的事情。弟子们来说的话，就非常开心啊，没有功课啊，没有压力。那五加性为什么是要50万遍？那如果是对于所有的弟子们来说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先念个1万嘛，就是5万就好啊。可能很多的弟子都是找那个上师。这个上师只要5万就可以，也有这种上师。那这些上师并不是不如法的上师啊，他们也是有各种弟子，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性格跟不同的因缘，为了能够可以摄受这些弟子，然后只是开了一个善巧方便的法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子们就是念1万就可以。那么这个可以的话，他就是觉得可以是什么样子的程度不知道。所以就只是上师说了念1万就可以，他也很开心，就认认真真做了1万。但一生当中根本都不做，还是做了1万，那区别很大嘛。有些人害怕5加性50万，根本就法都不敢解。那不敢解，你的人生的时间还是一样的过去嘛，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每一个人在新年的时候都是吉祥如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是快乐什么？就是又在生命当中就又已经没有了1年的时间，说明就是缩短了1年。实际上来说到这样的，这是事实，谁都改变不了。但是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都是大家都觉得很吉祥，很什么什么，这是一种就是要能够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一种方式。实践呢也是有很多为自己开心的方式是有嘛。所以在每次怎么说呢，过年的时候，就是像去年的过年的时间，相当于就是昨天跟今天一样，时间就这么短就已经过去了，一瞬间就时间过去了。这个当中你就连5加性的这个功课的这个法都不敢解的情况下，过了1年又1年，过了1年又1年，你什么都没有做到嘛。但是呢，上师给你说你可以，你念一次。念1万就可以，那他就很欢喜就接了，念了1万，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很好，比你以前不念跟现在来说到就你已经很了不起，你还可以这么讲。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就够？当然不够啊。
那无家行1次也不够，2次也不够，八支仁波切为什么修25次？这个是重点啊。所以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八支仁波切留下来的这个慈悲的甘露，我们都可以享用。我们连1次的无家行做不到的人，也是能有这种的因缘跟机会，是当初他的功德，影响了我们，当初的他的功德就能够可以摄受了我们。从这些我们可以看，我们自己也是真正的有缘的人。从这种各种各样的角度，这些他们的这么殊胜的这个，从佛陀到佛跟随佛陀的这些所有的高僧大德大成就者嘛，都是跟我们有这样的结上了因缘，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好好的努力一下的话，最起码不是那么惨的，就是直接堕入恶趣的人肯定不是自己，有这样可以相信，也可以这样自己就可以鼓励自己，更加的去怎么说呢？努力，对自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信心。那如果又是就像接触佛法本身都是说很有福报嘛，所以我是很有福报的。那我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下意识应该也是比这一世更有福报。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是不对的。因果是轮流的，因果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他就是自己没有去修持佛法的情况下，他呢就是会轮的。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就是有很多的业力还是存在的，那么今生也是一样，刚是为了生活，我们也是有不断的造业，而且因为人是很可怜，众生本身就是非常可怜的，因为因无明而产生了众生的存在，所以呢，谁是谁的都会从思想当中就是会起很多很多的烦恼，这些全部累积起来的话，也是很大的业力，所以这些业力都是累积在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好好的不修的话，现在目前可以说是很好，但是很好是我们以前也许比这个更好过，但是现在好像一直下去的路上也有可能以前没有比这个更好，但是现在一直上去也有可能。所以如果是我们过去怎么样的，不管今生有能够可以接触佛法的因缘是非常殊胜，但可能也许前一世是比这一世更好，这一世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那就下一世一定会更不好嘛。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争取下一世更好，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努力的修持，那下一世比这一世一定会更好嘛。所以这样生生世世当中，一世有一世，一世有一世，越来越好，那有一天会成佛嘛。所以永远不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马上要成佛也是很难所以马上要成佛，即生成佛也好，中阴的时候成佛也好，反正这个方面来说到，我们必须得努力的去修持的话，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且是自己可以自由的。尤其是现在在怎么说呢，城市里面来说的话，也是有些人就是很有时间你认真一点，努力一点的话，就时间够，什么都够。那你不认真的话，就是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自己。那下一世不一定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么殊胜的因缘你今生对不起自己的话，那就下一世没有办法这样的机会跟因缘嘛。所以你看这些社会里面就是有多少人根本就不用工作时间一大把，全部都是闲着，都是每天到晚都是今天在什么国家，明天在什么怎么说呢景点，后天在什么大的什么酒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享受实践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内心真的很开心吗？因为不开心，所以有一点点钱，所以就没有办法定下来，所以到处乱跑，去哪里都会不满意，就会生气。去的过程当中都是嫉妒、嗔心、贪心我执傲慢
越来越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跑不动的时候就很痛苦的去世。所以就没有接触佛法的情况下，世间的一切快乐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所以这种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跟幸福。自本作人着康着